因为消息先为大家紹介，今年從教大自貢博士班畢業嘅客家師校長啊，監重會。2年前因為搶公案，考試考唔到，比其中自家人生成為天天強作。又過不中離開第一名嘅大公司搶天行業。呢佢行出來咧，唔單想結合自家自身專業，規劃很多就力時裝者嘅嘗試，讓用佢監同人生嘅過程，創出兩團過程。佢老大家講。雖然看唔到，不過表面腳步，全都適合自家頻率，還係做啲開創冇強壯嘅人生。第部台項從各位也係今年對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畢業嘅江聰偉，莫講可能唔會特別注意，但係無人價位伊其實係類似種人士。出台地點裡向從各位以美間創作歌曲錄起來本大家聽。歌詞多項寫出生命當中獨到嘅考驗，既然冇辦法看到對方，係以就用上直接同人接觸。透過歌聲去傳遞一些，可能只是一個正向的訊息，或者是只是一個安撫人的力量，我不知道，它可以是各種形態，就看聽到人他們接收到什麼的訊息。在上廁所，相片7個讚，3則留言，手提示選擇一個都讚按鈕。我也可以按一個讚。6年前冇做出嘅問題，作為事業班嘅叔叔係希望以後，物嘅就看唔到，而是放棄自家。唔過啲亞陸卡人佢唔盼得嚟做棚下，而天天嚟克服所有嘅困難，很珍貴生活嘅鋪條。就是像一個大樹大山這樣，都可以讓人家依靠，不管發生什麼狀況。那時候就是第一次看到哥哥真的是所謂的脆弱。生活中的這些失去的能力，一個一個找回來，想辦法去克服，然後才慢慢讓自己的自信心或者是生活的品質再拉回到一個程度。它永遠回不去了，我知道，但是它可以達到一些狀態，是可以讓我們自己覺得比較安心。就算看唔到嘅，亦係喺決定愛完成行業，而專門研究嘅方向，用嘅按多年來嘅自工專業，還有好點點就看唔到嘅結果，為研究開發帶這位天資種子無障礙嘗試。那無障礙設計當然不僅止於對於身心障礙者或者是視障者，包含你我們老了之後可能伴隨的其他的行動不方便、視力的自然退化等等，這些其實都需要相當多的一些科技的輔具。一定要讓我聽得到。或者聞得到，你身體不洗澡。佢出錢啲做工業不同嘅嘢，用自家創作嘅圖畫書，天天嚟運用角色，去到開高鐵去帶電視連嘅來拖，先頭關懷是種渣嘅觀念。而自家講係無人家歌，唔係唔會想調擺是看得到嘅所有東西。唔過一下一決定，愛你個個嘅來談，行個用心獻命，幫你個圖來感受世界有幾雜美。就算不會再擁有，讓命運嘲笑我 I still feel the same， 可以無所謂。下個節目嚟關於陳欣怡綜合報道。